常滑市一個陌生名字，一個陌生地方，縱使唔認識佢，如果提起招財貓3個字，就會叮一聲。呢個就係招財貓嘅故鄉，亦係日本古老傳統燒陶器地方。常滑市雖然係小城，卻因陶瓷文化同中部國際機場嘅區域優勢，擁有獨特嘅景點同體驗，仲保留傳統工藝。陶器散步道上蜿蜒嘅坡道，兩側保留住江戶時代嘅陶窯遺址、紅磚嘅煙通同陶藝工作坊，隨處可見陶罐、招財貓裝飾。高3.8米嘅巨型招財貓雕塑係常滑市嘅象徵，打卡必到地方。行人道由數百隻彩繪招財貓陶器組成嘅場面，充滿童趣。一部日本漫畫電影想嚇嘅我戴上咗貓嘅面具。電影背景故事大綱圍繞愛知縣常滑市陶瓷器散步道，好多遊客因此慕名而嚟景點打卡。另外可以參觀常滑市陶瓷器會館，了解常滑市燒陶歷史，欣賞名家作品。附近仲有另一古窯萬古燒嘅工作坊可以參觀。交通指南：從名古屋出發，可乘名鐵常滑線，名古屋站直達常滑站，車程大約30到40分鐘。再步行10分鐘至陶瓷散步道，亦都可以從名古屋中部機場線 MIL1 SKY 經停常滑站，落車站之後再步行10分鐘。